許多人成日問我老師，人嘅一生點解會咁奇妙？有些人平平無奇，卻成日遇到貴人相助；有些人聰明伶俐，卻好似成日俾命運拖後腿；仲有人由細個就覺得自己好似被安排咗嚟做一件事，但係成世都講唔清楚嗰件究竟係乜嘢。我行醫咁多年，睇盡生死，亦都替無數人批過命、睇過戲、診過病，越睇越覺得人間唔係我哋以為嘅咁簡單嘅地方。有啲人確實唔係普通凡胎，而係帶住任務嚟嘅，只係佢哋自己唔知道古書，成日講天上仙人借身下凡，聽落好似神話。可我越研究義理，越觀察人性，就越發現當中嘅道理。人活喺度，唔止係食飯賺錢瞓覺咁簡單，每一個生命背後都有一個來處，而呢個來處決定咗一個人身上帶住點樣嘅力量，承擔點樣嘅責任，甚至會影響佢一生嘅貴人運同災難觀。有些人由細個就覺得自己格格不入，明明身處熱鬧巴爾，卻成日覺得孤獨。別人追求嘅名利佢唔在意，別人覺得重要嘅事佢反而睇得好輕。呢個唔係怪癖，而係因為佢哋嘅靈早就經歷過太多，睇透咗太多，對世間嘅執着自然弱一啲。亦因為咁，佢哋更容易俾人誤解，以為自己奇怪難融入。其實唔係佢哋有問題，而係佢哋嘅靈層嗰次同一般人唔同。我最常見到嘅情形係呢啲人成日覺得自己有種使命感，唔係嗰種熱烈要改變世界嘅野心，而係一種好安靜嘅提醒，好似從身體深處傳嚟嘅聲音，話俾佢知某啲事佢唔可以唔做，唔可以逃避，只係佢唔知道嗰樣係乜嘢，只能繼續生活，繼續努力，等到某一日機緣成熟咗，就會突然間明白自己一路以嚟點解會經歷嗰啲事。我成日講天地安排事情，從來都唔係是但嘅。一個靈魂能夠嚟呢一趟人世，絕對唔止係睇下風景。有些靈魂嚟就係帶住光嘅，只係下凡之後俾肉身遮住咗，魂變成凡人模樣。但魂雖然唔喺度，靈性嘅特質卻仲喺度，會從佢嘅氣場、性格、際遇中自然顯露出嚟。只要你細心觀察，就能睇見一個人嘅來處同使命。呢幾年來，我喺診間、喺課堂、喺旅途中遇到好多人，我越睇越肯定，真正天上嚟嘅貴人，佢哋身上有4個非常明顯嘅標記，唔需要玄妙嘅儀式，亦唔需要通靈嘅能力，只要識得觀察就能發現一個人到底係咪帶住天命嚟人間。我將呢啲經驗整理出嚟，希望能夠令更多人認識自己。因為好多人一輩子都活在懷疑裏，成日問自己點解咁辛苦，點解別人睇唔明佢，點解行嘅路同別人不一樣。其實答案好簡單，你唔係普通嘅人，你係嚟做嘢嘅，只係你唔記得咗跟住落嚟嘅內容。我會用最自然嘅方式講俾你聽，唔講玄，唔講神怪，只講我咁多年睇到嘅事實。日起你會喺裏面見到自己，日起你會突然明白點解你嘅生命一直有啲無法解釋嘅軌跡。只要你有心，呢啲答案都會從文字裏面浮現出嚟。我後生嘅時候成日觀察人群，無論喺診間抑或喺市集、喺廟口、喺街邊，人嘅氣都係清清楚楚寫喺面上，寫喺舉止上，亦寫喺佢哋周遭嘅磁場裏。耐咗我就發現人嘅靈魂層級其實好容易辨別，只係大多數人冇機會長期接觸各種命格，一就睇唔出端倪。我睇得多咗，就越能體會到一個道理，有啲人嚟到人世係帶住一種任務，唔係嚟受苦，亦唔係嚟享福，而係嚟推動別人，影響別人，甚至改變別人生命軌跡嘅。呢種人往往自己唔知道。我都曾經見過有人因為自己人生唔順，就懷疑係咪命唔好，係咪被嘲咒咗，係咪懷才不遇。
我睇到佢嘅命格同成個人嘅氣，只對佢講你係被推住走嘅，唔係被壓住走嘅。佢當然聽唔明，因為當事人永遠最難睇清自己。但好多人就要經歷一啲坎、一啲磨、一啲突然嘅轉折，先至能夠將身上嗰股天嚟嘅力量勾出嚟。嗰個唔係凡俗嘅力量，係靈魂原本就有嘅光。我喺易經裏邊睇到，人如果係天上嚟嘅，佢嘅生命結果係先難後易。但係嗰個難唔係絕望，而係舊年佢靈魂嘅內受到比一般人強好多，所以承受嘅磨難亦會比一般人多好多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磨唔係為咗截斷，而係為咗去掉凡人嘅扭角，令佢嘅使命可以順利執行，就好似磨刀一樣，越磨越亮。真正天上嚟嘅貴人，佢哋身上有一個共同現象，就係被安排嘅機緣特別多。我唔係講一切都順利，而係講佢哋人生中遇到嘅每一個關鍵人物、關鍵事件，都好似被睇唔見嘅力量放喺嗰度嘅。走過頭咗會被拉翻嚟，走錯方向會出現一盞燈。遇到惡人反而能激發出智慧，遇到貴人則令佢哋突破原本嘅局限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一種生命嘅邏輯，只係一般人睇唔出嚟。越研究義理，我越覺得天道運行非常精密。一個帶住使命嚟嘅人，如果俾佢太順，佢唔會成長；俾佢太苦，佢會忘記光。所以天道俾呢類人嘅安排，通常係一半山路，一半坦途。佢行嘅比別人辛苦，但只要佢肯繼續行，每一個階段都會出現帶佢跨過號嘅人或力量。好多人以為呢個係幸運，可是喺我眼裏，呢個係一種責任嘅提醒。好多人會問我，老師，咁呢種人一生係咪都會高高在上？係咪天上嚟嘅就一定會成功？我話俾你聽，唔一定。天上嚟嘅只係一種靈魂特質，唔係保證會發達靈魂嘅光，要靠人嘅選擇先至能夠顯現。一個人如果不斷害怕逃避、怨天尤人，即使原本係帶住使命嚟嘅，都會將光壓得死死嘅。可是如果佢願意面對自己、面對生命、自我修煉，佢嘅光就會越來越明顯。我見過太多人外表普通，但只要一坐低，我就知道佢嘅靈唔係普通嘅靈。嗰個唔係通過占卜得知，而係從佢講嘢嘅方式、睇人嘅眼神、對生活嘅理解、對痛苦嘅態度，我就能判斷此人嚟處不同。呢類人通常好安靜，唔中意炫耀，亦唔會在意別人點睇。佢哋成日自己一個人諗嘢，諗嘅亦唔係功名利祿，而係我仲可以做啲乜？點解我成日遇到呢種人？點解別人都靠我？點解我成日推唔甩？呢啲看似疑問，其實都係信號，靈魂深處喺提醒佢，佢嚟係有目的嘅。我喺診間遇到一個後生仔，佢由細個就覺得自己同別人不一樣，別人中意嘅嘢佢唔太中意，別人覺得重要嘅事佢唔在意。佢嘅人生唔係特別順，可是佢係嗰種越挫越強嘅人。別人鬧佢，佢唔怨；別人陷害佢，佢反而更穩。別人越唔睇好佢，佢越能撐出一條路嚟。佢問我，老師，我係咪命唔好？我笑住話，命唔係唔好，係太好，只係你嘅好唔可以太早用。天地俾佢嘅結果就係要佢歷練，要佢喺好多人都挑戰中學會睇透人性，喺好多人都依賴中學會承擔，喺好多個孤獨裏學會獨處，等佢進入人生嘅關鍵時期，佢嘅光就會自然浮現出嚟。佢聽完愣住，因為佢從來冇諗過自己嗰啲痛苦同困難唔係燈罰，而係一種準備。呢個就係我點解越來越肯定一個天上嚟嘅貴人，佢嘅一生唔會是是但佢身上嘅氣質、命格、遭遇、承擔能力，都係被安排嚟成就某一個任務嘅。而呢種安排唔會落在普通靈魂身上。而跟住落嚟我要開始講嘅就係我幾十年嚟觀察到最明顯嘅4個標記。
一個凡人唔可能全部具備，但一個天上嚟嘅貴人至少會有其中3項，而真正嘅信息就藏喺呢啲跡象之中。我成日對學生講，一個人係咪真正嘅貴人，睇佢順境嘅時候，其實睇唔出嚟，要睇嘅係佢喺危險混亂突發狀況裏面呈現出嚟嗰個氣。呢個氣唔係虛無庸主嘅概念，而係一種真實可感嘅磁場。只要敏感一啲嘅人都能夠分辨出強弱。有啲人天生就帶住一種保護性嘅氣場，佢自己唔知道，可是周遭嘅人都能從佢身上感到安定踏實，甚至喺佢出現之後，原本硬緊嘅局面會突然緩和落嚟。呢種保護氣場唔係裝出嚟嘅，亦唔係靠修行練嚟嘅，而係靈魂原本就帶住嘅力量。一個靈如果喺上界有足夠嘅積累，有足夠嘅德行，佢下降到人間時，呢個氣就會自然圍繞喺佢身上。一般人遇到危險時慌亂無助，但呢種天命之人遇到危險時反而會有一種難以解釋嘅冷靜。佢唔係唔怕，而係身上嗰股氣將佢個心穩住咗，亦將周圍嘅人一齊穩住。我後生時喺診間遇過一個細路，佢不過7、8歲，卻俾人一種特別安靜嘅感覺，唔係怕醜，亦唔係內向，就係安靜，好似睇得懂大人嘅心思一樣。令我最深刻嘅係，佢阿媽話我知，呢個細路由細個就好奇怪，幾次差啲發生意外，卻都巧妙避開。有一次屋企火燭火勢蔓延得好快，大人慌到亂晒大龍，反而係呢個細路一邊咳一邊指住唯一可以逃出去嘅方向，全家人跟住行，先至避免咗更大嘅危險。後嚟消防員話嗰條出路可以被揾到係奇蹟的。呢種事情聽落好似巧合，可是當你睇多咗，就會發現呢個唔係巧合。一個細路唔可能憑理性判斷出逃生路線，佢能夠咁做係因為佢靈魂裏帶住一種指引性嘅力量，而呢個力量喺危險嘅時候會被激發出嚟。我睇住細路嘅面相同氣，就知道佢唔係普通嘅靈，佢對眼好亮，卻唔係細路嗰種天真無邪嘅亮，而係好似知道事情嘅亮。我對佢阿媽講，呢個細路第時行嘅路同別人不一樣，佢係嚟做嘢嘅，你要保護好佢，唔好俾世俗嘅眼光壓住佢嘅天分。真正天上嚟嘅貴人，往往喺生命中多次遇到類似呢種逢凶化吉嘅經驗。有些人遇到車禍實前突然停低腳步，有些人在唔應該出現嘅時間點卻突然離開線ပေါ်，有些人本來要搭上出意外嘅交通工具，卻因為某個念頭某個擔當，結果幸運逃過難關。外人睇以為係運氣，但我睇得明嗰個係上面唔准佢過早離場。一個大使命嚟嘅人，佢嘅生命值同一般人唔一樣。別人可能一時大意就丟掉性命，可佢唔會咁容易。佢嘅靈會保護佢，佢嘅氣會保護佢，佢嘅任務亦會保護佢。從義理嘅角度嚟講，佢身上嘅像一直喺度轉動，唔會輕易被中斷。佢嘅時辰仲未到，佢嘅任務仲未完成，任何突發事件都推唔喐佢。我遇過一些人一輩子都喺幫別人解決問題，奇怪嘅係佢自己成日冇得到太多回報，可在別人最危急嘅時候，佢總是嗰個能穩定全局嘅人。別人幫佢揾，別人亂佢冷靜，別人不何從，佢自然就知道下一步點樣行。佢冇受過乜嘢特別訓練，可是喺關鍵時刻，佢身上嗰種保護性嘅力量就會浮現出嚟。呢種人身上嘅氣會令周圍嘅人莫名地信任佢。有時佢一句說話就能令混亂嘅人安靜落嚟，佢一個決定就能帶領大家脫離危險。喺世俗眼中，佢可能唔起眼，唔係官唔係富，亦唔係名人。可是只要你細心觀察，你會發現好多人在靠佢，好多情況因為佢先至唔至於更差。
呢種穩定、安定、化險嘅力量就係貴人氣。我曾睇一個中年人睇診，佢一生並唔特別順利，亦唔係自恃有成嗰種人，但佢身上有一種好清楚嘅保護氣。佢話我知佢後生時當兵，有一次執行任務，部隊行到一個地形複雜嘅地方，大家都覺得怪怪地，佢都講唔上嚟邊度唔妥，只覺得心裏邊突然好緊。於是佢同長官建議繞路，長官唔聽，佢就自己企出嚟堅持話嗰條路唔可以行。結果部隊俾佢搞到好唔耐煩，但最後都係跟佢嘅建議繞咗一段。後嚟佢哋聽講，原本要行嗰條路，前方冇幾耐發生咗爆炸，死傷慘重。佢同我講呢件事嘅時候，人已經過咗知天命嘅年紀，但講到嗰個當下，佢仲覺得奇怪，因為佢都唔知點解自己咁肯定，只係心理話佢知唔可以行。我聽完就笑，嗰個唔係心話你知，係你嘅靈喺提醒你。你身上本來就有保護別人嘅氣，你遇到危險嗰時，呢股氣就會浮現出來。呢種人行到邊度就比較冇咁容易出事，唔係話佢能預知未來，而係佢身上嘅像有一種自然而然嘅引導力量，佢嘅存在本身就會令周遭嘅氣場穩定落嚟。呢個係天命之人嘅第一項特質，亦係最容易被忽略嘅一項。因為當事人往往唔覺得自己特別，只係覺得事情啱啱好咁發生。可是你如果用心去諗，就會發現一輩子都啱啱好避開危險。呢個絕對唔會係偶然。對我嚟講，一個天上嚟嘅貴人，佢嘅一生中一定會出現多次呢種情形。佢唔使刻意表現，亦唔使去追求乜嘢，佢只要活喺度，佢嘅氣就會保護佢，亦會保護別人。而呢個就係第一項標記，天生帶住保護性嘅氣場，無論佢自己知唔知道，呢股氣會跟住佢走一輩子，直到佢該完成嘅任務被完成為止。我成日講，人嘅眼睛能夠睇到嘅世界好有限，可是人嘅心卻能夠接觸到更深更遠嘅層面。靈性強嘅人，佢接收到嘅信息唔係靠肉眼，而係靠一種知道。呢種知道冇原因、冇邏輯，卻一次又一次被證明係啱嘅。呢種直覺唔係迷信，亦唔係神化法，而係靈魂層級較高嘅人所特有嘅能力。天上嚟嘅貴人通常都會有一種異常敏捷嘅直覺，好似天線一樣，能夠捕捉到別人意識唔到嘅信號。我見過太多人啊，佢哋嘅人生轉折點幾乎都係靠直覺喺度做決定，唔係算計，亦唔係計劃，而係突然嘅一個念頭，令佢哋避開咗一件事，做成一件事，行上一條關鍵嘅路，外人睇唔明，以為佢哋運氣好。可我知道呢個唔係運氣，呢個係靈魂喺提醒佢而家要轉彎啦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年輕嘅女子，佢嚟診間睇診，但仲未坐低，我就感覺到佢身上有一種特殊嘅感應力。佢對眼並唔係特別亮，可是眉間開闊，神情帶住一種別人好少有嘅敏讀。我問佢：你係咪成日有啲莫名其妙嘅預感？佢愣咗一下，問我點解會知。我笑住話：你嘅氣話俾我知嘅。佢話佢由細個就會喺一啲事發生前知道，比方說話屋企會鬧交，佢喺出門前就覺得心裏怪怪地，朋友有困難，佢會喺對方開口前突然諗到，佢連陌生人情緒佢都能輕易感覺出嚟。最特別嘅係，佢喺人生選擇上幾乎冇做過後悔嘅決定，只因佢所有重要決定都係靠感覺。佢話佢冇特別聰明，亦冇特別努力，可是人生就係一步一步被一個睇唔見嘅力量帶住走。我話俾佢知，你唔係靠感覺，你係靠你嘅靈喺帶路，你嘅直覺唔係幻想，係信息。佢聽完沉默良久，因為佢終於揾到佢一直以嚟嘅疑問嘅答案。真正靈性高嘅人，佢哋嘅直覺唔係激動嘅，唔係情緒化嘅，亦唔係恐慌性嘅，
而係好平靜嘅，一個念頭就咁自然浮現出嚟。佢哋通常唔中意增添，亦唔中意說服別人，因為佢哋知道自己感覺到嘅事對別人嚟講太抽象，佢哋講咗別人都未必明。佢哋成日將呢啲感應收埋喺心裏，唔講之做。我都遇過一些人，明明冇學過醫學，卻喺親人身體出事前莫名感到不安，明明冇接觸過玄學，卻能喺見到一個人時就判斷佢嘅個性目的，甚至佢真實嘅心思。呢種判斷唔靠經驗，而係從靈魂嘅層次直覺得嚟。我特別中意觀察呢啲人，因為佢哋身上有一種特別乾淨、唔受污染嘅敏感。佢哋嘅靈魂好似從好高嘅地方嚟睇事情，所以佢哋睇得比別人更全面，亦更早。我記得有位中年男子，佢一生冇信乜嘢宗教，亦冇特別嘅興趣，可是佢成日喺關鍵時刻突然有一種唔可以做嘅感覺。佢後生時想同朋友一齊投資，可就在簽約前，佢突然覺得胸口悶得好犀利，好似被拉住咁，點都定唔到落嚟。佢覺得奇怪，就臨時取消咗後嚟。嗰班朋友因為被騙損失慘重，剩低佢一個人毫髮無傷。佢唔明點解，可我明嗰個唔係心臟嘅問題，係靈喺阻止佢跳入危險。呢種直覺能力喺人間其實唔受重視，反而成日被誤解。有人覺得自己想太多，有人以為自己多愁善感，有些人甚至懷疑自己係咪有病。但當我用義理同氣場一觀察，就知道呢啲人唔係想太多，係感覺太準。佢哋嘅意識能夠接觸到別人無法碰到嘅層次，只係佢哋唔知道呢個係能力，仲以為係負擔。如果一個人天生直覺強，佢通常唔會中意熱鬧，亦唔會中意太多虛假嘅社交。佢睇得太清楚，聽得太敏感，容易攰。佢同陌生人相處反而比較輕鬆，因為冇太多情緒垃圾。但只要佢遇到頻率接近嘅人，佢就會好快敞開，亦會令人覺得佢好懂人。可是呢種懂唔係技巧，而係一種來自天性嘅洞察。好多靈性高嘅人都會經歷一個階段，就係懷疑自己係咪怪，因為別人睇唔到嘅，佢哋睇得到；別人感覺唔到嘅，佢哋感覺得到。別人堅持要做嘅事情，佢哋喺第一秒就知道不可行。可是我要話俾呢種人知，你唔係怪，你係嚟提醒別人嘅。你嘅直覺就係你靈魂嘅工具，係天俾你嘅最重要嘅導航。我呢世人診過咁多人，唯一能夠呃到你嘅，永遠唔係外界，而係你自己。如果你試下唔好壓抑呢啲感覺，而係學識聆聽，你會發現你嘅路會變得好清晰。直覺強嘅人通常唔需要太多分析，只需要少少信任。只要你願意順住嗰股力量行，你嘅人生就會按照你該行嘅軌跡展開。直覺係靈魂話你知要行呢邊，呢個能力就係天上嚟嘅貴人。第二個最明顯嘅標記唔係會通靈，而係直覺強得像天線。佢唔使刻意，佢自然就知道佢唔係聰明，而係更接近源頭。佢唔係迷信，而係更接近真相。靈魂嘅層級唔同，接收嘅信息就唔同。而呢種能力係冇辦法偽裝嘅。一個天上嚟嘅貴人，佢嘅靈魂從來都唔係為咗自己，咪睇佢喺人世間都會求安穩、求順利、求家庭幸福。可是真正推動佢嘅人生，令佢成長嘅關鍵力量，其實都嚟自為別人而做。呢種人有一個非常明顯嘅特質，就係越幫助別人，佢自己反而越順，越替別人解決問題。佢自己嘅路反而越通。呢種力量唔係道德上嘅，而係靈魂裏帶住嘅本質。我成日講，世間有兩種人，一種係別人碰佢，佢就倒，佢自己都照顧唔到；另一種係別人靠住佢卻站得住，佢越幫別人，自己嘅力量越穩。天上嚟嘅貴人屬於第二種，佢哋由細個就習慣承擔，比同齡人更早懂事，
亦更常被別人依賴。老師鍾意揾佢幫手，家人依賴佢，朋友遇到問題第一時間諗起佢。好多人被咁樣依賴耐咗，會覺得攰。可呢種人唔會，佢可能會苦、會忙、會煩，但佢唔會推開，因為佢嘅靈魂知道自己嚟做嘅事就係度別人。我喺行醫初期認識嘅呢個後生男子，佢讀書時成績普通，可是遇到困難嘅同學都鍾意揾佢。佢唔識讀書，卻好識安慰人、開導人，替別人想辦法。有一次，一個同學嘅屋企遭遇變故，佢為咗幫手，竟然自己跑去向老師爭取資源，替對方處理手續。別人問佢點解做得咁賣力，佢自己都唔知道，好似話我覺得我應該做。我那時就話俾佢知，你呢種人以後無論去邊度，一定有好多人靠你，因為你嘅氣係能夠將人拉起嘅氣。後嚟佢進入社會，雖然工作唔算風光，但每去到一個公司，佢都會成為成個團隊嘅支柱。上司離唔開佢，同事依賴佢，客戶信任佢。有趣嘅係，佢自己想升職嘅時候反而不順。我只要佢專心幫助別人，公司就會突然俾機會佢。佢同我講，佢嘅人生就好似喺為別人鋪路，鋪下鋪下，自己嘅路竟然都一齊被鋪出嚟。呢種命格嘅人，佢幫助別人唔係口頭講講，而係會真心出手。別人痛苦，佢會比別人仲急；別人受委屈，佢會比別人更想幫手。佢唔係好管閒事，而係冇辦法漠視別人身上嘅苦。靈性高嘅人通常都有一種特別深嘅同理心，佢能夠感受到別人嘅痛，亦能感受到別人需要乜嘢，所以佢會自然做出嗰啲對嘅事。我後生時喺診間遇過一個老婦，佢一生辛苦，冇乜錢，可是只要身邊嘅人有需要，佢永遠第一個企出嚟。鄰居冇飯食，佢分親戚病咗，佢照顧朋友失業，佢想辦法介紹工作。佢嘅生活並唔富裕，可是佢嘅心比任何人都富。而奇妙嘅係，佢越係咁樣幫助別人，佢嘅人生反而越穩。佢從來唔缺貴人，亦從未真正輸底。別人見到佢都話佢傻，我一睇就知道佢嘅德行就係佢嘅護身符。我曾對佢講，你唔係試底，你係喺累積。佢聽唔明，我就進一步解釋，你呢一生幫助別人越多，你後面嘅路就越順。你做嘅係天道在人間嘅事，自然有天道在護你。佢愣咗一下，眼眶突然濕咗，因為佢一直以為自己命苦，其實佢嘅苦係為咗將佢磨成別人依靠得住嘅人。天上嚟嘅貴人往往擁有一個特徵，就係別人好，佢先至會好。別人被佢幫助，佢嘅氣就會變強；別人被佢拉起，佢嘅人生就會跟住提升。相反地，如果呢種人只顧自己，只想保護自己嘅利益，佢會變得好唔順。佢唔適合自私，因為佢嘅靈魂缺口唔係為自己設計嘅，佢嘅氣係向外嘅，只有流動出去，佢才能得到回流。只有幫助別人，佢嘅使命先至完整。所以我成日提醒呢啲人，如果你覺得自己點解越努力越唔順，反而喺唔經意幫助別人時順得不得了，咁你要知道，你嘅路唔係靠爭，而係靠道。你越係驚試底，越係計較，你嘅氣就越弱。你越係願意承擔，越係願意出手，你嘅路就越開。我見過呢種人最典型嘅情況就係佢哋人生嘅關鍵貴人，往往就係佢哋曾經幫助過嘅人。別人可能忘記佢嘅好，好似天唔會忘你幫助別人時嗰個力量唔係消失，而係記喺你生命嘅缺口裏。當你真正需要嘅時候，呢啲力量就會自然翻嚟，可能以另一個人、另一件事，甚至一個突然嘅機會嘅方式出現。呢種越幫助別人越旺嘅現象，係天命之人嘅特徵之一。唔係因為佢哋善良，而係因為佢哋嘅靈魂本來就喺執行道嘅任務。佢哋之所以嚟人間，
唔係為咗成就自己，而係為咗成就別人。可是你唔好以為咁就委屈咗佢哋，反而唔係，因為佢哋靈魂嘅能量嚟自令別人變好，別人變好咗，佢哋自然就強大啦。所以一個真正嘅天上貴人，佢一生都離唔開幫助別人，佢自己可能唔覺得偉大，亦唔會特別強調自己嘅功勞，可以周圍嘅人都會因為佢嘅存在而變得更順、更穩、更亮。佢就好似燈塔一樣，自己唔一定行得最快，卻照亮咗好多人嘅路。而呢個能力係冇法模仿、冇法假裝嘅，佢係靈魂嘅本質。人喺世間行呢一遭，看似漫長，其實不過係一段修行嘅旅程。好多人嚟到我面前問我自己係咪命唔好，係咪被壓住行，係咪一輩子只能辛苦？我聽多咗，卻越聽越明白。大多數人嘅痛苦嚟自唔了解自己，而嗰啲真正天上嚟嘅貴人，佢哋反而最容易誤會自己，因為佢哋嘅路同別人不一樣。別人係為咗生活，佢係為咗使命；別人追求嘅係利益，佢追求嘅係意義。別人怕承擔，佢反而會被推向承擔嘅位置。呢種人喺人生嘅前半段往往辛苦甚至困惑。佢唔知道點解自己成日被放喺關鍵角色裏，卻從來有得不到顯眼嘅獎勵。點解別人輕鬆嘅事到佢身上就變得沉重？點解別人睇唔見嘅問題，佢卻總能一眼睇穿？可是我看得清楚，佢哋之所以經歷咁多，唔係因為命唔好，而係因為靈魂有光。光如果要照亮別人，自己必須先被點燃。光如果要穩定，必須先忍受熱度。光如果要發揮力量，就唔可以被收埋喺角落裏。天上嚟嘅貴人就係咁樣嘅人，佢哋身上嘅4個標記看似分散，其實背後有一個共同嘅核心使命：保護別人嘅氣、敏讀嘅直覺、天生嘅承擔、關鍵時刻嘅推動。呢啲都唔係偶然，而係靈魂原本嘅設計，只係為咗令佢喺人間順利完成使命。所有記憶都被暫時遮住，佢必須經歷人間嘅情緒、人性嘅複雜、選擇嘅痛苦，先至能夠將真正嘅力量一點一點覺醒。我成日對呢啲人講，你唔好急住問自己我係咪特別嘅人，亦唔好急住將自己貼上某種標籤。你只要靜落嚟，回頭望你咁多年嚟嘅生命軌跡，你就會發現嗰啲看似巧合嘅事情，嗰啲突然出現嘅人，嗰啲莫名嘅感應，嗰啲你冇法解釋嘅堅持，都將你推向某一個方向。嗰個唔係命運喺擺佈你，而係你靈魂喺帶你天俾一個人使命，唔係為咗令佢享受，而係為咗令佢成就該成就嘅人，完成該完成嘅事。只要你活得越來越坦然，越來越穩，越來越接近自己嘅本質，你就會發現光正喺你身上重新亮起來。而家嘅你或許仲喺度懷疑自己，或許仲覺得人生艱難，或許仲唔知道自己為何而來。但如果你身上已有3項以上嘅特質，咁無論你承唔承認，你嘅靈魂確實唔係凡人，你唔使向外界證明，亦唔使刻意表現，你只要繼續行得正，行得穩，行得唔違背自己嘅心，天會負責提醒你、推你、守你，直到你完成你嚟呢一趟嘅意義。我呢世人睇過無數人，越到後嚟，我越相信一個道理：凡人嘅路靠自己拼，天命之人嘅路靠自己行。你若能夠睇到自己生命嘅脈絡，你就會知道你嘅光一直都在。